台湾灯会安平灯区将伫这个礼拜六来登场。市府为了增加停车的空间甲接驳的路线，新增加中华西路甲清水路的停车场，以及清水路周边大约有700个停车位。同时，伫个灯会假日期间，嘛将开放安平港、环港的道路，提供接驳车来通行。对此，议会保安委员会上午嘛特别前往会勘，希望市府做好相关的配套。交通局本来有规划3条的路线，好的接驳免费接驳车，但是接的还是必须再加强一下。那在这次的灯会里面，我们有看到交通局针对我们南区这个地方，清水路跟中华西路这个地方，跟国产署这边借了一个非常大的就是空地，要来做停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停车街在这边，它有一条免费接驳的路线，就是要经过港务局那种港区的道路。这个港区的道路非常的棒啊，非常的好，因为它绝对不会塞车，而且路程会缩短，而且你可以在这个沿线里面，你又可以看到港务局里面的一些就是风景啦。所以这条路线虽然是新的，那相信未来应该很多人期待进到这港务区里面去的接驳车啦吼。那因为那正好面处我们清水路跟中华西路的重要交通路口。我们怕说这个地方如果提供出来，是不是有交通打劫的情形，有安全的问题啦？所以今天就请了交通局跟警察局这边，请他们在周边一个设备里面必须要做好，就是告示也好，安全措施也好，都必须要到位啦。我们希望大家来到台南市观赏灯会的时候，是一个安全的环境，而且是一个快乐的环境，而且让大家都觉得说台南市灯会真的周边的设备做得非常好。为了要提供假日比较多的游客来台南看灯会所以我们市政府在清水路这个地方有借用了一块非常大的停车场。那今天最主要是对这边的一个交通动线，还有一些进出安全的一个勘察那这个部分我们市政府会加强交通的一个指引，还有会加派警力在路口，还有我们出入口的部分，我们会来做一个引导让我们市民或者是我们外地的朋友可以很安全很放心来这边欣赏灯会。伫个停车场的部分，会用看到工作人员正无用整地。离接驳的路线除了完善伫安平规划管线平台，甲运河新转2条的路线。另外，伫个假日期间，嘛新增加清水路的路线，透过安平港、环港道路，直接对港区内来穿越，保证拢袂塞车。因此，交通局呼吁，想要看灯会袂塞车，上好车是停伫个规划停车场，坐大众的接驳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